第一次做波波圍條，最怕嘅不是行，就係做完演化發青，向被人打落一拳，出門不帶目鏡都不敢見人。這個發青有個專業說法，叫丁達爾現象。說白啦，就是選錯啦波波類型，光線透過皮膚折射出來的顏色。一個朋友在紅大斯麗本皮膚科做完之後跟我吐槽，他隨別渣填過影下2個月後開始透藍灰色，白天嘅自然光灑特別明顯，化妝都蓋不住。市面上聊得最多的兩家進口薄薄，瑞典嘅瑞藍，德國嘅保柔提，差別到底在哪？先說瑞藍，火力成結構，支撐離口，適合需要明顯輪廓嘅位置，比如深層勾陷、法令紋。但它有個很關鍵嘅問題，正因為是火立成嘅，如果補的層次偏淺，尤其演化皮膚薄得上指嘅地方，光線一照，火力感就會透出藍灰色。這就是為什麼有人做完演化反而更顯老，就限保柔提、平滑均質凝膠，幾乎沒有火立感。打進過之後，能跟自己皮膚組織融合在一起，上穿內隱成衣。光線穿過去幾乎不折射，需要足夠支撐力把凹陷兜住。斯利本在宏大入口站，用 BeautyGo 在線預約。查看斯麗本皮膚科當月最新價格。3個人同行預約還能享受送機服務。